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联准会，伫台湾时间16号调悬利率3码，基准利率升到1.5%到1.75%。目前观察到的市场的反应拢是正面的，这嘛是美国联准会为1994年以来利率的幅度单次升上最一届。台湾时间16透早2点，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宣布调悬利率3码，基准利率升到1.5%到1.75%，调升的幅度是28年来上大的。联准会主席鲍尔嘛表示讲，7月份有可能佫升3码。估计基准利率今年底将会到3.4%，要来因应钱愈来愈薄的情形。Our overarching focus is using our tools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our 2% goal and to keep longer-term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ell anchored. 联准会大动作调升基准利率，市场的反应大部分拢是正面的。美国股市有起价，道琼工业指数起1%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起2.5%。不过美金的指数依然是败0.5%，国际油价因为需求较无遐济来败价，是讲真济经济学家依然烦恼讲，遮悬的贷款成本将会影响到经济成长，加上通货膨胀，致使经济会败。实际上，今年5月份，美国通货膨胀率已经有8.6%，对人民的生活造成真明显的影响。I have to go see clients. I have to put gas in my car, and gas used to be $30 to fill up my tank, and now it's about $50. 美国股市虽然讲有较好，三大指数最近半年来表现犹原无正理想。面对40年来上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威胁，民众的钱愈来愈薄。美国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情势，恐惊袂遐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